係你啲人搞兩個咁樣噶。你啊，係啊，我幾廿年啊，你都少人量啊，離晒大譜你講呀。喂，各位街坊，今日講一單花生友阻礙救人嘅奇聞。話說有消防員用直升機運送緊急病人，有個阿叔為咗食花生，近距離觀看直升機運送病人嘅過程。消防員已經提醒有危險性，叫對方離開。點知阿叔鬧翻消防員，消防車離開嘅時候仲出手拍打消防車。到底阿叔當時嘅態度有幾惡劣呢？唔講咁多，我哋睇片先啊。5萬米喎，你邊度5萬米啊？你自己搏下。乜講咯？係我唔同你講，你離晒大譜嘅，我話你聽，就係你啲人搞兩個咁樣噶。你啊，係啊，我幾廿年啊，你都少人量啊，離晒大譜你講呀。咩事啊？有做嘢講，冇嘢啦。有報警嘅同你講，你咪有咯，報警啊！唔該你都驚你啊！睇完條片係咪好精彩呢？等我同大家講解呢件事啦。話說星期二下晝，消防員當時10萬火急，要將一個病人送上飛行服務隊嘅直升機出市區搶救。點知有位48歲嘅阿叔喺停機坪附近食花生圍觀，消防員同飛行服務隊嘅人員好聲好氣勸佢離開，因為直升機氣流好大，會造成危險，而且你身處嘅位置阻住救援行動。點知阿叔直接當耳邊風，完全唔理消防員。好啦，等到消防員完成任務，揸車離開嗰陣，阿叔竟然尾隨佢哋，仲要同車上一個消防員嘈起上嚟。從影片可以見到，佢哋雙方都手指指。嗰個阿叔仲話自己距離停機坪50米，一定好安全。消防員見佢呢種人食古不化，都費事同佢嘈，所以直接揸消防車離開。點知阿叔出手拍打消防車，搞到消防車車身凹咗。警察接到消防員報案，琴日就拉咗呢一個阿叔。呢位阿叔涉嫌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同刑事毀壞2條罪，而家仲扣留緊。有消息傳出，原來呢個疑犯有精神病記錄。我睇完條片真係有啲嬲嬲豬。消防員嘅工作係同時間賽跑，所有行動都係救人，你唔幫手都算啦，仲要喺度搞破壞，你真係離晒大譜啊！唔怪得好多網民都話佢遲早有報應。好啦，觀眾睇完呢單奇聞又覺得點呢？係咪都覺得呢個阿叔好過分呢？定係你有其他嘅睇法？歡迎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